来世啊，永不落的太阳，快来吧！ 以武备著称的乾隆皇帝，并未能将这场波及湘黔川鄂的苗民大起义镇压下去，便驾崩了。统帅何林也死在了军中。直到嘉庆11年，这场持续了12年之久的战争才告结束。钱家苗民起义失败了，但是太阳永存，火种是不会灭的。中国历史上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，一直英勇地谱写着自强、自立、反压迫的战歌。